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南投庄一个50多岁驾驶赛车弄到一台轿车和电动自行车，警方表示赛车失控的原因要搁来调查。台南东区一个查甫人长时因为吹头路的代志甲老爸冤家，结果这个查甫人竟然夜顿甲伊的老爸毒死。本来开始中部以北天气无稳定，亲像今仔日就有一只原本要飞到台中机场的飞行机，最后是转去到偏湖机场降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4日 AM 新闻，我是卢尚如。伫咧路林随时都要注意安全哦。台北市中正区昨一台轿车去弄到几那台车，警方表示赛车领事的是一个78岁无驾照的驾驶哦。台北市交通局谴责这款无驾照来驾驶的行为。针对个人驾驶的交通隐患，有民团是认为讲年纪大不是重点，是社会无提供或者无适合赛车、骑车的人有利便佮负担会起的交通工具。行车记录器翕到，弄红灯的轿车一路直浪，弄到小客车甲公车，也佮扫到汽车甲行人，造成8人受伤。惹事的县区驾驶家属表示，伊有国际驾照，警方调查78岁县区驾驶无台湾驾照，确认是无照驾驶。因为很难罚，可是如果看到远远有一台车比较快，就会稍微先不要过去吧。因为上次也有遇到过。我常常这边走，这里很 OK， 很安全，没有问题。实际登去案发现场，人车来来去去，未少过路人拢表示，当地号志甲道路设计无问题，无守交通规则，出代志实在互人烦恼。北市交通局向中央发声，爱告守法，但凡无照驾驶行为，因为无照就代表无正确观念甲技术，无资格领到上路，目前无照驾驶罚款，相关代表2万4，现在无法度引起黑件效果。法则上，我们的主张说，不是只有一个罚款，而且它的额度也不是那么的低。刑法上，它有点类似是蓄意杀人，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驾驶者。对于最近连续发生高龄者赛车事故，乡亲团体指出，乡亲地价未是单一群体造成，是系统性问题。面临少子化甲高龄考验的台湾，要有更较安全、会当负担的交通工具，互民众来选择。问题并不在于高龄驾驶，而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提供不想开车、不能开车、不需要开车的人其他更安全、更便利、可负担的运输模式。行政令死亡推动天平有价伫25行就街路游行进前，呼吁驾照管理要包括回分分级换照3大面向。因为交通部20公布的高龄换照制度真不足，另外也要求中央要重视交通工程改善，好事故发生的时伤亡降到上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南投市昨暝暗暝有一个50多岁的驾驶驶轿车去弄到路边的车了后，佮驶向前去弄到一台电动自行车。警方表示，这个驾驶虽然是无啉酒驶车的状况，也毋过这个驾驶驶车失控的原因，要佮进一步来调查。监视器翕到，一个骑奥多麦的人停落来讲电话，后壁一台车开真紧，无减速就弄到电火条啊！这骑车的人听到声音，赶紧跳开，才闪过。加在只是切着伤。也伫这进前，这台车伫前一个路口就先去弄到另外一台小客车咯。在车道上有点发抖的状况，都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事故，这台车车头拢冒落去，安全架不也别开，弄到时阵真大声，摇后军的点头，甲过路人惊一个。当时这4、5个开车的人，戆戆坐伫车顶，已经无法度讲话。23暗头5点外，南投市区的中南路甲一片路口发生这事故，消防局接报了后，赶紧甲轰弄到这个骑车的人，甲这4、5开车的人送病院。那初步判断的话，驾驶他应该是身体不适，而且他精神不济。那我们就帮他，而且怀疑他可能有血糖低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帮他验血糖。事发的所在边啊，就是一间国小，当时学生囡仔拢已经放学啊。不过事发当时，佫是下班时间，加载无影响到更加侪人车。警方讲初步排除这10人啉酒开车。突感身体不适，擦撞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
往前追撞软性移工临停之微型电动二轮车，经对驾驶实施酒测，初步排除酒后驾车行为。相关肇事原因交由后续警方厘清。这个开车的人也家属讲，这个查甫人最近北讲身体无爽快，无想到开车出门就出意外。警方讲，等伊恢复了后，继续笔录，进一步来调查造成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东区有一个49岁姓赵的查甫人，那像是因为找头路的代志，甲伊老爸冤家哦。结果这个查甫人煞来举刀啊，甲伊老爸毒死。针对这个案情，警方是要搁来了解。也那台南市社会局是指出讲，嫌犯因过到几两届家暴的记录，嘛表示家属若是有需要，社会局陆续会继续来提供协助。犯案了后，洗掉查甫人连同犯案的凶器，拢互警方同齐早登去警察局。这名洗掉查甫人伫23下昼3点外，因为工作问题，甲伊的爸爸冤家，竟然举刀插死家己年老的爸爸。台南市东区一处民宅发生命案，本分局员警到场发现一名男子躺于血泊之中，现场逮捕一名涉案嫌疑男子，全案依杀人罪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办理司法相验工作。也毋过，洗掉查甫人犯案了后，家己报案，警方将伊带回侦讯。厝边讲49岁洗掉查甫人是赵家的大汉后生，亲像身心状况当年事业，也毋过有照时间食药啊。母亲是有失能的状况，需要他人照顾。爸仔囝两个人定因为工作问题去冤家。我有听去冤家的声，毋过2成尔，佮点尔。点完了，他一个囝他救护车来，我怎甲开门出来甲谈？我阿娘伊伫因已经是安怎？我头也是当作是因老母的安怎？因老母的安怎无人知因老母身体无好啊。有啦，拢是知道。老爸是这人做好。做好。之前就有一些偶发的家暴，就到现在就平时人都很好啊。对此，台南市社会局讲，洗掉查甫人过去捌有几啊摆的家暴记录，社工也捌提供关怀服务。后来因为无服务意愿停止服务，最近几年也无家暴通报记录，后续社会局会整合协助。那后续的部分，如果照顾家属有长期照顾的需求的话，社会局的社工会持续关怀，那提供相关的照顾资源及协助。社会局呼吁民众若拄到家庭暴力危机冲突的状况，第一时间一定要回避冲突，设法离开现场，完场结束了后再来讨论。降低受伤风险，骨卡113也是110专线寻求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气象署提醒讲，拜六开始，因为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天气是不稳定。亲像我到的时，就因为上雷光雨，一架原本要飞到台中机场的猎鹰航空飞行机，最后是先去到偏湖机场降落。另外，前几日台铁北回线因为土石流无法度行，今仔日早起总算是恢复双向通车。旅客你看我，我看你，唔知要安怎？原定要对金门飞往台中，因为大雨，台中机场一度关起来。班机日早起11:50飞到偏湖。感觉蛮差的，因为这边看起来也没有人接待，都没有。对。立命航空公机务安全的考虑，转港偏湖机场完成保有停驶。等天气一个好，请旅客重新登机飞往台中，因为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延误，感觉真失礼。先去翕到车厢地板积水，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一时落大雨，造成雨水泼入去车厢。班捷派出清洁人员成立同时调整下一班列车，停伫较无风这边的月台。下建议设置挡板，也是洒水设施。气象署提醒，拜六开始锋面通过，随对流移入，中部以北天气无稳定。24小时内，台中丰原落雨量已经超过130毫米。拜三下半天，会有一波锋面报道，影响到5日岁假期头一天。第二波的锋面将会在下周3的下午逐渐报道，并且在29号的时候，整体雨势将会是最明显的一天。不过庆幸的事情是，这波锋面是会移动的，它是有移动的性质，并不会滞留在台湾太久。另外，伫5月18甲20，分别受到落大雨影响，登去的台铁北回线、和宁到崇德中间，拜六透早恢复双向正常通车。不过，经过崇德和宁中间，风区段慢慢开，尤其是大清水桥路段，因为评估是高风险，降速到20公里，慢慢行。就先说二者目的，就司机人看到，他一定有办法停住，就等于会停在桥梁之外了。
方面一直刷入来，代提供既有的过境系统，一旦气候达到标准，就会通报现况中心，启动有警性停开。记者综合报道。南北伫立法院连抢通过反废死刑和核电3厂要继续捧的公投，将中选会以无下公投法的规定，否决反废死刑公投。因那核电3厂的公投是拍算要伫咧8月23举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中选会没收人民反对废死刑的权利。因那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是反击南北提案反对废死刑是诈骗哦。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联手通过反废死核三延役公投，并公投800遍，交予中选会办理。23结果出来，中选会否决反废死公投，理由是无符合公投法规定，真歹办理。另外，核三延役公投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也是否决规定，会伫8月23办理投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时批评中选会是民主的杀手。中选会真的是民主的杀手，民进党一希望他们的民主就是民进党做主，由民进党来决定大家人民有没有公投的权利，有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并不令人意外，再也又开始联手斗臭中选会了。只要不合你们的意，就将别人贴上政治的标签，将中选会抹成绿营的侧翼。蓝白到底要有多巨婴呢？朱立伦指控民进党连人民反废死的权利拢无，吴思瑶反击，基台湾无废死，南北的反废死公投只是一场诈骗。另外，民众党团主导提出的核三延役公投，民党县长周春美表达反对立场。基核三17加杜核，南北就真紧提案要延役20年，欠讨论爱尊重屏东人。请尊重屏东人，长期已经40年，在核三的影响威胁之下，已经除役了，还要再走回头路吗？不过，将回应尊重周春美表达意见的自由，每一个人拢有投票权，透过民主机制做出重大公共政策决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今仔日伫咧青年国家安全论坛电视的时，伊表示会继续来深化台美关系，延续和平。另外，中国即届伫咧5日抗以后，无对咱台湾发动军演，不过用是军事的网络平台所小连续发布真侪中国军队训练的影片。有学者就分析讲，这是伫咧利用领地作战对台湾来发出警告。台美关系稳健发展，美国在地协会处长郭立坚离时出席青年国家安全论坛，第次强调台湾是区域会使学习的典范，要深化美台伙伴的关系，互和平延续的一个45年。这些努力都将确保我们过去45年所守护的和平，能够在延续下一个45年。因为中国做了造成台湾连续9年无得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总统赖清德离世接见返来台湾的世卫行动团，肯定行动团徛伫第一线为台湾争取医疗人权。卫福部长邱泰源讲，即摆支持台湾的力量更加比以往较大，有27个友邦为台湾讲话。我们今年没有办法加入，但是我们不因此而放弃了，没有因为预算被删而放弃也没有因为美国没有加入。我们也同样离开，在万国公前面有一个三角屿公园，那就是少了一只三角，少了一只脚，那只有台湾加进去，才能够让整个世界的医疗防疫网得以完成。中共若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也继续伫台海有军事动作。国防部临时发布，查到中共23架军机甲船舰侵扰台湾，用是军事微博。更加连续有做强军训练影片，像是中共航南山东号进行战机起降、歼15战机演练、看迷飞行训练，也有强大模拟海上作战，挑战意味是真高。在我航线海区有敌舰机活动，命令我船立即做好防御准备。学者观察，中军伫5日抗了后，无对台发动军演，而是利用领地作战对台湾释出警告信号，中军的威胁规工拢无中断。
象征说解放军陆海空各军种都有一些准备对台的一些军事行为，可是他并没有说这个军事行为是在之前还是在任何哪一个地点，他利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出来。国军反制强军的威胁，向美国采买海马斯导弹火箭有价下半年成军，配合 ATACMS 战术飞弹，打击距离延伸到300公里，对本岛会使打击中国福建省东部，提升国军的作战范围。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欧盟23举行关税谈判。也毋过，伫咧开始进行前几点钟，美国总统川普刊文放调讲，自6月初1开始，要甲欧盟的商品来扣50%的关税，那连带欧美的股市主要的指数拢扯落去。I'm not looking for a deal. I mean, we've set the deal. It's at 50%. But again, there is no tariff if they build their plant here. 川普原本对欧盟所谓商品扣20%的对顶关税，无偌久阁宣布7月初8进前关税减价10%，方便双方进行谈判。毋过23下晡就伫个美欧关税谈判特别展开前几点钟，川普阁雄雄发文批评欧盟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骗美国贸易壁垒附加价值税、企业罚款、非货币贸易壁垒、货币超重等等措施，直至每年甲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2.5亿美金。宣布6月初开始对欧盟输美商品扣50%关税。欧盟贸易执委塞夫科维奇发文表示，欧美商品贸易是独一无二的，爱互相尊重，不是威胁。各讲随时准备捍卫欧盟利益。这项利空消息在国际金融市场引起剧烈震动，美欧股市主要指数全部淡薄收乌。德国法兰克福指数、法国巴黎宽商工会指数落超过1.5%。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台湾和法国62个学生囡仔挑战使澎船对淡水到高雄港，阁有国海院4位研究员带这个囡仔伫咧船顶体验上直接的海洋教育，这嘛促进台湾和法国的学生交流。航行过程中收集的海中废物，学生制作成一包一包过组，虽然进水也带来海洋污染的信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可是呢，只要我们就是有用仪器去看，你就会发现，其实看似干净的海水，其实里面都是有很多垃圾。延续2020年1500公里环台首航，2024年跳岛航行精神。今年伫海委会甲国海院的协助，小胖手搁一摆启航，因为拄到法国国家海洋年，台北欧洲学校法国部、台北法国实验教育机构的法国学生也共同参与。甲主要测绘的宜兰、嘉明国中小、参平湖文光国小、高雄沙尾国小甲北市和平实验国小，有62位学生进行6日380公里的航海挑战。从来都就是没有想过会去跟法国的，就是年龄相仿的同学去做交流，就是增进文化交流以及语言能力这样。为淡水出发，顺利登到高雄港，行政院长杜永泰亲自到场迎接。国海院4位研究人员随行，甲学生同齐执行塑胶微粒收集、海洋分载现象甲海中废物收集等教学。我们小时候也都当过学生，那就是如果只是看到这些科学数据什么的，就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无趣。那如果透过实验啊，或者他们直接动手做，直接在海上操作，那这些都可以让他们可能印象更加的深刻。发起制作航行的黄敬言校长认为，海洋对台湾来讲，不仅是屏障，行出教室的海洋教育，更较是学生行向世界通道。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那讲到白色恐怖时期40几年，政治威权的迫害到达，要是真侪人心肝底会跳。转型正义的工作，这几年伫咧校园来深化。有一点来自武港学校的师生，在规划人权展览，希望讲透过武港人权事件，让愈侪人来了解民主的重要性。用一件搁一件立体的美术作品来呈现武港地区的白色恐怖事件，比论过一生的查某囝高菊花，和国民政府强逼出卖肉体服务高官。暨南大学的学生用一张大树做主视角，树仔顶有几若类感视的目睭，伫石头下底地的拢是高菊花心肝顶的痛苦。
针对最近立法院到5月19白色恐怖记一直提调，有学生认为人权受迫害的历史袂当放袂记。这样的物件你唔知影，你就袂去想要知影，袂知影讲因过去发生过啥物代志。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阮就是要继续讲，阮伊愈歹互阮讲的，阮就爱继续讲，互更较侪人知影这个物件。也有高中生受到公民社会课的启发，了解到台北机场发生过的白色恐怖事件，用拍底片收集资料和铁路工人的文学作品来规划展览。是无应该，就敢若咱上课的时阵讲到这些物件尔，咱应该搁去了解，就是背后有啥物会变成安尼，就是因为我感觉是过去的代志去变成咱即卖这社会这时代。这个展览就合作 Action， 有北中南的5间大学和3间台北的高中籍师生共同参与，来规划看校的人权转译练展。这些师生共同去找出整理和在地白色恐怖有关的历史，用绘本、地图，也有艺术作品等等的方式来呈现。这挖掘在地历史运动包含了除了咱的校园以外，咱还会包含到后续会跟国际社群连结。未来咱台湾在少年人安怎去对待历史的规定，会使和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少年会使去做对话。白色恐怖事件也是真侪人心肝顶的空喙，师生团队认为，在故事和转型正义的工课要继续拼落去，才通互民主的价值继续伫咧公民社会探紧。团队表示，目前这个展览伫咧台北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后续6月中卖线到高雄去展出。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乐和基金会当年举办乐和文学音乐节，用音乐唱出乐和追求自由民主、为正义发声的精神。乐和纪念馆到今年已经成立30年，基金会特别举办音乐会和展览来小解历史。300担真风带我来这，我也还是一个囡仔。用音乐唱出对土地关怀，要来纪念新文学之父赖和。赖和基金会为2010年开始巡回举办文学音乐会，推广赖和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今年是赖和纪念馆成立满30年的日子，音乐会嘛特别办伫纪念馆。会使透过音乐、透过影像的方式去互人了解讲，其实阮想要表达的这个议题，阮的看法是啥？其实这是上重要的。伊就是用写实主义去写伊的作品，所以内底有伊的反抗精神甲不屈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台湾文学的基本啦，就是因为这个理念，大家共同做伙拍拼的感觉是袂歹的。今年的赖和文学音乐会佫有安排展览活动，有1920年代市仔尾赖和医馆，到即阵的赖和纪念馆，一张的老相片记录何阿先行医救人、写作抵抗殖民统治的生活。即个伫即个纪念馆遮用一寡赖和医馆的即个相片，甲家属。伫即个赖和医馆第2馆的生活的相片做一个纪念。赖和基金会表示，赖和这个名过去有一段时间是禁区，无人敢提起。因逐年办文学音乐会、嘛有文学行达、学生文学奖侪活动，希望大家用多元的方式熟悉赖和，继续传承赖和关怀社会、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婚姻边款已经入会6年，而且咱台湾逐年拢会发起彩庆游行。今年佫有请妈祖来节艺个充满文化特色。稍等的7点半，青春咱的网，咱做伙来看民间伫咧性别边款的拍拼。大家好，我们是第8届台南彩虹游行，我们希望走上街头。火车顶悬的变装风hiệu，甲大家小借问，第8届的台南彩虹游行，沿路人是叉。甲台北、高雄的彩虹游行无共款，台南的彩虹游行更较强调在地性，甚至甲民间信仰妈祖请出来做伙参与，结合这一届游行的主题八仙过海，打造出古都独有的特色。这届游行真特别，阮有请到一尊妈祖，咱雕行宫为林庙的镇殿三马，要来坐咱的艺歌。我相信这应该拢是伫不管是全台各地，还是全世界，你拢做难得会当伫彩虹游行内底看到的风景。这一次算是一个新的尝试，就是用性别把这样子的路线串起来，然后看可以跟大家蹦出怎样不一样的火花。除了游行，团队带领民众加入去台南的巷仔底，透过性别镜头，
认捌台南的庙宇，甲传统故事内底性别平权的意涵。我们想讲，有遮侪朋友拢来到台南嘛，所以就是办一个活动，互大家会讲演耍落来，留落来继续来认捌咱台湾的各种甲性别相关的故事。婚姻平权日派已经6年啊，不过伫性别平权也要继续打拼，因为社会上存在有性别议题的争论。全国各地酷儿族群，希望因的理念会当透过对话，互大家看到、受到讨论。上大希望就是希望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拢会当活做家己介意的模样，去讲家己想要讲的话，唔免去惊吓讲别人会有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待伊。游行的队伍伫咧古都来来去去，就亲像彩虹挂伫咧台南的天顶。婚姻平权6周年，平等的路也要继续向前行。就为即马开始，一步一步行出改变的力量。记者陈雅顺、连新维台南报道。北部地区21度至24度，中部地区22度至27度，南部地区23度至31度。东部地区22度至25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希望走上街头，让我们的市民朋友看见彩虹旗伫风中飘扬，嘛伫旧城新都展现光彩。你会发现，这个活动愈来愈在地，不是讲一寡